我身邊呢位咧就係將軍魚頭米嘅老細啦，將軍哥我哋叫佢。我哋近期咧睇到好多飲食界啦都閂，即係執笠啊、閂啊，業務好多。點睇啊？其實飲食界你會面對啲咩挑戰啊？其實以我所知啦，其實做飲食嘅咧係一個 trend 嘅，即係話是好似奶茶一個 trend，或者係嗰啲咖啡啊，點樣一個 trend 嘅。如果你係做長久嘅咧，即係揾一個真係逆風而行嗰隻咯，即係話是而家啲人哋嘅嘢一樣，你做一個比較特別嘅嘢。咁我個魚頭米，響魚頭米我響 MCO 嘅時候開始做嘅，就響4年幾時間咧就飆上嚟，生意 OK 比較穩定啦。係因為點解咧？第一你用嘅食材一定要新鮮，或者你嘅湯底嗰啲啊同人哋異動不同，因為吸收人哋俾嘅意見。其實唔可以橫崩棒咁樣，你覺得係咁樣就係咁樣啊。好多嘢地方性嘅口味都唔一樣，所以你一定要識得去改變，慢慢去做到呢個區嘅味道係咁，你就咁樣去做，會比較好啲咯。我聽你以前講你以前係做打工㗎嘛，點解忽然間會轉行做呢個飲食啊？其實我之前可以咁，我係做 office 噶啦，我係冇一間公司嘅銷售經理。人哋我係響越南嗰度做咗8年咯，我係做即係管理啦，管理階層。只不過因為我本身由細我家族咧都係做食嘅，我大姐、我阿爸阿媽，其實我阿爸我媽賣個板麵都好出名下㗎，每日都係賣100碗嘅啫。不過我爸我媽已經去咗旅行咗啦，所以我係佢嘅湯底係自己嘅改良，嚟變成呢個原原裝裝係比較古早味嘅味道。個湯底一定係原原裝裝係冇加啲酸梅啊，或者冇加啲醋啊，或者係冇加啲阿三水。原原裝裝係嗰個鹹菜用味水嚟浸嘅，味水嚟發酵，茄係用佢嘅鮮甜味嚟整個湯。因為行情壞啊，因為我自己公司有多少問題嗰陣，就執晒佢咯，重新再起過。其實做食你最緊要係自己有興趣，一定要有興趣。你冇興趣你去做咧，唔好因為愛做而做，而因為你自己有用個心，或者你係自己有興趣去做，應該會成功嗰隻嘅。唔該晒我哋嘅將軍哥嘅訪問啦，多謝你。